大家好，我是小嘉，我是阿明。阿明，明仔载是29暝呢，一个年阁要到啊！毋知影大家今年过了啥款呢？毋管好也歹，今年总算是到尾站啊！是啊，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新年头，旧年尾”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甲用过一冬的歹物仔，甲拼拼咧，就准备迎接新年。逐年若我年关的时阵，大家拢在无用过年的代志，比如讲送神啦、请屯啦，还是款年会，时间是非常的济，一直无用到29暝这天，甲厝内整理好势，暗时就等咧围炉过年啊！伫遮祝福大家新年恭喜，趁钱若趁水。愿望来年继续支持咱倒数的台语车帮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